为着要强化云林县的送电，也配合政府环保绿能的政策，台电是计划要伫云林的东势乡来起变电所。电网居民表示，今年6月知影要起的时阵，大家都足反对的。虽然知影这个绿能是未来的方向，也毋过伊嘛烦恼电磁波会影响到咱的健康，希望变电所会当刷起较远的大塘农场。反对变电所！反对变电所！求北部调大声抗议，因为不满台电计划伫云林东势乡新昆村起变电所，几20名当地村民8月2日到有定地反对施工。当地村民表示，今年6月台电召开说明会，电方就表态反对变电所起伫遮，不过台电煞硬要施工。因为阮大家惊污染啊，伊没有充分的沟通。你要叫村民安怎会当听的咯？变电所会当迁去一个吼。刷去一个较郊外的所在啦吼，因为遮3-4个部落、3-4个庄头吼的中心。台电表示，为了加强东势乡的电力网，加配合绿能政策，选择这个有定地起变电所，离庄仔头有1公里远。最近入场种地，拄到村民抗议，那民众也有疑虑，会当甲电方沟通。其实变电所这种东西是很普遍的电力设施啦吼，那不管在乡镇还是城市还是乡下吼。其实不管距离多近哦，变电所它的那个电磁场的值都是符合国际的规范啦。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说乡亲不用太过度的担心。有当地村民讲，电方民众不是反对绿能，不过烦恼电磁波污染影响到生活，希望台电会当甲变电所的有定地刷起离庄仔头较远的大塘农场。台电公司回应，民众有电磁波选地点等记录，台电的评估阁召开说明会，甲居民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